扎西德勒，今天呢，我想在这里跟各位想一起，讲一个重要的契约门啊。有时候我们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有两种现象，一些人呢就喜欢读，实修相关的仪轨，当然，仪轨就是本身是我们日常公修的一部分，或者经常你参加法会的时候，本身就要读念各种各样的仪轨啊，这是很基本的。呃，但是呢，有一些呢，为了念诵而念诵。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的任务，他觉得就是要念到从头到尾，而且念的次数越多越好，这就可能成为了他修法和念诵仪轨的唯一的标准，甚至唯一的标准。当然是这样想的，有些人。另一群人呢，就是喜欢文字的啊，当然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的人为的文字的内容，五部大论呐、如菩萨行论呐、普贤的上师言教啊、菩提道次第光论呐、类似这样的内容，这个也没有错。但是为什么很多时候呢，这个要学习这些论点呢？其实很多时候论点呢，就是我们所念诵仪轨的一个说明书，就是一个解释。也比如说呢，我们学习密法的秘密藏须的话，它呢就是大观法王的这个文武百尊的仪轨成就法的一个注解一样的一个存在。OK，所以你先学好了秘密藏须，然后再去这个念文武百尊的成就法的时候，那就知道那个里面的深极彻底、圆满彻底的实际的修行方式和修法。所以这两个呢，就是要一个非常严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要非常呃严格的要连接起来啊，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意思是，当你文字的时候，文字的内容，而且把这个当你这个实修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一个的用在这个实修上面啊，这个是本身就应该是文字的终极目标了啊。这样的话呢，你的实修的时候念的仪轨次数多少不重要，主要是质量最好的。所以，比如说你一件物件一个东西能卖出10万100万美金，或者你有100件东西都卖出2、3块美金，你觉得哪一个更值得做的啊？其实呢，实修这个事情呢，主要是真的要看它的质量。要提升质量的唯一的方法呢，先要懂得它的内容。因为不懂的时候，观想也好，思维也好，就是都是没办法谈啊。再加上我今天要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有些时候我们以为文字就是那些啊，实修就是这些，所以把它当就是看成两件不同的事情。这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呢，一边念诵这些各种的法本的时候，其实法本要视为课本。OK，这个特别重要，尤其是我们一般人接触密法，但是没有机会太多文字的人来讲的话呢，当你眼睛看到的、念到的这些法本，一定要把它看成课本。比如说你念普贤行愿品也好，普贤
菩萨的这个普贤王如来的祈愿文也好，各种各样的原文里面，其实包含了整体的说明啊、结束啊。比如说强美仁波切，大成就着强美山发的那个作者强美仁波切，他有一个叫极乐原文。其实那个极乐原文，我觉得呢，全西藏写的最完整、最好的极乐原文。这个里面其实包含了所有经典里面的关于这个往生极乐法的功德、实修方法，还有极乐净土的庄严净土的这个插图的这个细节，全部都包含在这个极乐祈愿文里面了。还有金密勒巴大师的通识吉祥山的原文也是一样的。还有比如说以前的好像是第40大宝法王有一个叫大手印祈愿文，还有金密勒巴大师也有另外一个叫大圆满见不是祭道过祈愿文，还有比如说宗喀巴大师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大卫的金刚、密集金刚、神力金刚的祈愿文，这些祈愿文还有十轮金刚，对，这祈愿文里面其实包含了整个这个密法的实修的次第所以这并不是只是为了念诵而念诵，它就是一个课本一样。尤其是你呢，不是要刻意去学习，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比如说你的乐趣和需求都在里面了，你就是要本身就是要念，念的时候稍微去思考，有这个思考的习惯，你去关注这个里面在讲什么，然后当然你有能力的时候，专门去看一下相关的注解，积了原文也有很多藏地的这种不同的注释可以看。如果你不看的话，也至少你念这个法文的一开头，因为很多法文里面其实也包含了一些说明，比如说涅槃仁波切的这个佛陀仪轨的开头、中间、后面都有大量的说明在里面，所以这些法文里面的说明的部分文字会小一点。但是说明的部分是恰恰好，这个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是这个实修的时候，当你真正的去应用这个仪轨，就是去真正的去念诵的时候，必须要也要看这个说明书这个中间的这些段落都是它的一个相关的说明书。OK。所以今天呢，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其中一个祈愿文。这个祈愿文叫《金刚界原文》，藏文如果直接翻译的话，金刚界就是金刚界这个大界的界，金刚界。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版里面翻译成这边我手上的中文版里面加持这个，但是藏文版基本上应该没有什么加持这个字，真的。但是它是金刚界这个原文，这样可能会更正确一点。如果它又稍微有一个副标题副标题是什么呢 ？Yoga Number 39 Mulam，也就是说三 Yoga 起源文，金刚界。这是我翻译我的翻译，这样就可以。三 Yoga 是什么呢？就是三内密须的意思，密须的意思。三内密须呢，宁玛的九层次第里面有声闻乘、圆觉乘、菩萨乘，再加上密须也要分为6层。这个当中有外密、内密，就是内密的部分。这个内密呢，就大家应该知道，马哈 yoga、阿努 yoga、阿杜 yoga 这3 yoga。yoga 就是现在普通称就是瑜伽的那种概念，瑜伽但是这里的 yoga 是什么呢？Naljur 藏文的 Naljur 是什么呢？就是
在就是 Nalur，那就是呃本人无造作的状态的一个运行，或者一个这样的一个行车，或者能安住于这个状态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而且这个 "nur" 呢，就是居住和人员自在的意思在里面。无论如何，这个 yoga 呢，就是不是说身体的锻炼了，主要是内心的最究竟的一个这个观自行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了。所以，印度古老的梵文当中的 yoga 主要是内在的实修方面的一个用词，无论是印度教或金刚乘当中都一样，大量用到 yoga 这两个字。那这个宁玛有特别的三密须，虽然是三密须，都是无上密须的分别。OK，所以呢，这是无上密须有三个，就是 yoga、maha yoga、anu yoga、atha yoga。对这个宁玛来讲的话呢，马哈 yoga、安 yoga、阿特 yoga 有三个非常完整独立的法的体系啊，就像小乘和大乘一样，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渐修性果啊。所以马哈 yoga 有马哈 yoga 的虚部，叫单单就是18步，18序，阿耨有阿耨的这个阿耨的气经，佛经的经很特别，就是用的是经，不是用于，但是实际上是密续的范围，但是气经。阿杜尤嘎有，那就是心部、戒部、口诀部有3种部，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这里所讲的三有嘎。三个 yoga 或者瑜伽的起源，那为什么叫 Dorji Yamdut？Dorji 就是金刚，Yamdut 就是那个剑呢，其实有点像棒钉啊，以金刚棒钉的。那以金刚棒钉有什么用呢？就是它是永恒不灭的究竟的这个实相，而且当我们要实现这个实相的究竟的智慧，就在这个里面。所以就是这个跟逻辑讲的就这样。另一个呢，可能是这是一个真实的士就是验地势语这是不许的。你按照这个内容去发愿能够获得这个愿力，这个发愿能够获得成就。所以就是这也是就是好是一个完全这个知识不虚的一个实验一样的存在。所以那这个发愿文呢，对整个宁玛来讲的话特别重要，所以所有的宁玛会念这个祈愿文。大家知道宁玛是藏传佛教最古老的传承啊，但是这个最古老的传承呢，后期的发展呢，虽然呢新义出来之后呢，宁玛的这个发展呢，就是也有很多各种的这个历史的这种变化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宁玛的整体传承就一直延续到今天了。那这个当中呢，就是至少嘛或者整个这个宁玛的历史当中，尤其是后期这2000年的时间内就是起到最大的作用的，主要有6大主题，听过吗？这个就是一个宁玛的主题。虽然这个6大主题之间呢没有分的那么大清楚，就是不是要分的那么的不一样的像，因为
都是宁玛，都是大圆满法的传承，但是各个的祖庭都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传法方式，不同的一些口诀啊，都有的。这个当中啊，其中一个叫蒙珠令啊，现在整个宁玛把它视为这个一个工人的一个共同的这个主题一样。所以呢，这个蒙珠令呢，在拉萨那个维藏那边的一个宁玛的主题啊，现在印度和这个维藏、拉萨都有这个蒙珠令，两个蒙珠令，去外面有一个嘛，这个藏地就是本来的这个蒙珠令。蒙珠令近代也有一个叫睡觉法王啊，反正也是非常有名的。那现在也有很多的这个赏识和僧众僧团，这个规模非常大的，尤其是在藏地有各种有蒙珠令的这个，是为木色来这个字一样的这个木质关系来形容的这样的一个它的分支一样的这个小的寺庙很多很多啊，属于这个它的分支的直接的。那在间接来讲，我刚刚说的，无论是你写青史、做青史，全部都是跟蒙珠令有关系的啊。那这个蒙珠令的这个创始者吧，主要是这个他叫做戴德林巴大师，还有他的另外一个名称叫做仁真觉罗密多尔吉。这个很有意思的，他的名字也叫觉罗密，都就不变的意思，多尔吉就是金刚，不变金刚，无变金刚，啊，不变金刚或者无变金刚。所以这个他的这位是1646年诞生到1714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西藏的这个高僧啊，他对整个的宁玛的无论他自己是一个伏藏大师，伏藏传承也好，原传的这个经传就是伽马传承也好，伏藏传承叫德玛传承。这个非伏藏的其他的传承，这个从莲花生大师一直这个流传下来的这个传承，那就是叫伽马传承。这个两种传承都是宁玛传承的核心的这个传承的这个脉络啊，都它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贡献的。所以呢，大家知道门廊德钦，德钦就是伏藏大师了啊。所以呢，门林德钦是他的有点简称。那直接他的名字叫德德林巴是他的副藏名号，因为副藏大师都有莲花生大师的授集的一个副藏的名字，就是叫做他的名字叫做德德林巴。嗯、呀，他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 Nurmit Dorji，认证就是彻明，因为他是玉器师，他也是一个修持这个秘法，这个的大持纠正，所以叫认证啊，是这样。或者有时候呢，莲花生大师的这种这个知俗的这个传承当中呢，很多时候他们也用认证这两个字，嗯。因为我们说认证，就是比如说成名踪迹啊，这些都是跟莲花生大师和八大成名都是认证，藏文的认证，也就是成名的意思。OK，呀，那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接下来呢，就直接解释吧，就是直接解释这个七月份。七月份的一开头是什么呢？就是七星上师本尊重垂年，今次清净修持至善法，以及30积累一起善。一同回向无上大菩提这个我就今天也不打算解释太多，因为大家都知道主要是我们这个会向的时候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环节上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要任何会向的时候，无论是你做的功德大小不重要，完整质量最重要。所以呢，你一定要先要观想或者意念。观想就是大家想到要灌很多的这个画面，其实你
观想不出或没有时间去想这些画面也没有关系，你把这些诸佛菩萨当做在你的眼前，作为你的好像见证者，回想的见证者，有这样的念头就已经可以了。这叫意念的一个用意念观想的。所以呢，就是他要提醒，就是邀请他们作为你的会想的和发源的见证者。OK，有他们的加持，我们的发源的力量更大了。所以呢，提醒上师，这里特别说上师本尊中，这里的本尊呢很复杂，我们不要把它想着我的本命年和我自己的本属于的某一个护身的这个圣，这叫本尊，其实不是。这里的本尊是三根本尊里面的有一个圣极之的圆满之的圆满体系的这个法里面的主修的佛，其实本尊就像金刚萨埵或者普巴金刚。所以宁玛里面经常强调上师本尊空性。所以呢，这里的那个时候的本尊是什么呢？不完全是跟你有唯一有缘的某一个说是要视为本尊，不是这样。当然，你有自己主修的本尊的话呢，这个可以作为中点。但是呢，本身这里本尊重，就是你的观想里面就完全可以有神的金刚、大威的金刚、普巴金刚，所有佛法这个无上密续坛城里的本尊就可以是印情。所以这里的本尊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法的体系里面的这个众佛中的一个共称啊，不要视为是我有缘分的，我现在还没有本尊，我要观想谁，不要这样去以后。OK，就像佛的时候，不一定要是你的佛是谁，就是所有十方诸佛就是佛啊，就是这样。本尊之类的要这样想。那大家对本尊经常也有误解嘛。催眠就是你们要催眠啊，吹鼓啊，然后就是要这个要就这样。然后呢，我今天呢，这个精测，他说是精测清净修持这善法，就是我今天也非常努力清净在修持，这个就是我的善法，这是我的今天的要透支的资金。你要可以想要利润，但是你要有一个投资，你的投资是从今天清净，这里特别说清净就是非常努力在认真在修，你没有认真在修，然后要回想的话，那口是心非了。你这个没有行动，然后就回想，就很难这个说是有什么功德了。所以精进修持这善法，以及算是积累的一些的善法，我对这个过去的是善，现在的善，甚至未来的善，我将来讲，因为这个回想是就是完全是你的想象，所以呢，就是这个未来的善，你也现在可以直接回想了。所以呢，我说是这个一同就是一起回想，回想哪里呢？回想哪里的和回想给谁，这是两件事情。回想给哪里的时候呢，就是回想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啊？回想给谁的话呢，就是这个目的谁要得到这个目的的所以呢，回想给哪里？回想到圆满菩提。也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将来呢，就是要有这个来，我希望能获得圆满菩提。这个圆满菩提就是汉传佛教里面经常说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圆满菩提。OK，所以这个圆满菩提呢，就是大无上菩提嘛，就是一个成佛的意思了。因为这个大乘嘛，迷乘也是大乘，所以大乘的回向的目的，并不是这个声闻和这个独觉，而且是这个成佛为目的，而且不是只有为自己，一切众生要能够成佛。所以这就是我们做任何善法都要以这样的圆满菩提的回向施持的话，这叫做发菩提心，这就是菩提心的修行啊，菩提心的修行。所以呢，从今智者菩提过之见。所以呢，从今就是接下来呢，就是有专门的一个回想的环节了啊。这个呢，就是特别重要，因为这个是有的时候要回想很重要。
回向圆满菩提非常重要，同时这个过程其实更重要，过程更重要，这过程就是次第了。对于次第的理解啊，次第的这个观念啊特别重要。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和次第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都是有点像画大饼的那种就是一个空谈嘛现在是说的就是画大饼。所以呢，就是这个不能成为空谈嘛，所以要踏踏实实的，要从基础做起了。所以这里说从今折者菩提过之间，从今天开始到成佛之间这个中间我要什么呢？中心告归，从会无欧满。这个好。因为中心告贵其实在这里说的，并不是说一定要成为婆罗蜜并不是这种印度中心的一个概念。但是呢，比如说这个父母各方面其实有家教、有修养、有教养、有信佛，家庭教育的环境比较不错的，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因为这个家庭和家庭之间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别的。所以呢，这个藏地其实这种呢，其实是很重视，而且我们也经常看到，其实有时候那种出来的人的这种自带的那种修养和一些思维和他的这个气质甚至很多方面其实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没有绝对的好，这个好和不好。所以呢，一个普通人家庭背景不怎么样的，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所以呢，就是佛法并没有说所有都是先天的这个一个中心的分别了，但是呢，还是我们也经常能看到，比如说大家很简单，大家都其实实际上是认同的。比如说私立学校，很多这种有个条件好的孩子的话，孩子和孩子之间的这很多不是说100%，很多时候基本的这种这个教出来的或者这个所在的环境的质量。就品质就不一样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大家愿意花大笔钱来这个要去找那个好的私校，因为这个不是因为老师而已，整个这个环境来的他的背景都有点不一样，所以他们就是这样，也不是为了私教而已，还是里面包含很多的这个内容了所以呢，就是有时候修行呢，各方面来讲的话，它那种中心高贵，其实也有很大的优势了。对修行来讲，OK，就像我们这个西藏的敦珠法王的还有萨迦法王的，其实他们的那些家族出来的，很多都是确实实际上非常优秀，非常不一样的。突然间有一些人就是刚好就变成了这种不错的这种成就的人和他们比较起来的话呢，他们就是更稳重，好像更长远啊一些的，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也可能也不是很稀奇，他就是本身就是自然驱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了，他们相对更成熟、稳重的那种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中心高贵了。但是如果有一些所谓的中心高贵成为一个傲慢，或者自身不聪明、没有智慧的话呢，你再高贵也没有用了。只有你的身份，你自认为我的父母好，我的家庭环境好，那就能解决一切吗？不行。所以这里特别说这个聪明智慧，还有聪明智慧了。但是如果你是有傲慢性的话呢，那这个是人格上的很大的一个折扣本身你这个增长智慧各方面，或者这个将来真正的要吸收这个好的教育和佛法的这个修行来讲的话呢，最大的障碍就是傲慢。那人跟人际关系当中和一般的办事也确实就是很大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一个傲慢。所以呢，无傲慢。这个先要考虑你最基本的这些条件，然后这个基本条件就有了，很好。还有他说具有大悲恭敬上师尊你没有慈悲心，你怎么修大乘呢？没有大乘怎么没有修大乘怎么有菩提心呢？没有菩提心怎么可能有出离心呢？
那个叫 sorry，这个金刚乘的这个修法呢，啊，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嘛，所以呢，就是具有大悲。我要有具有大悲呢，就是本身就是从小，比如说你看到一些那里有动物有一点受苦啊等等，那就是就发自内心的很这个自动自发的愿意去伸出援手，就是那种愿意帮忙的，那些就是这个大悲心的一个中性上的一个决心啊。再加上呢，就是你就更加的这个透过学习这个大成，那就升级慈悲心，那就更了不起了啊！反正这里讲的是，我希望拥有这些。那个时候，你看你发什么样的愿，你清清楚楚的，你有自己有非常一个成熟和这个一个完整的自己的一个看法和一个观念和价值观，想要的东西，然后以这个来再发愿的话，那就这个发愿很正确了。我经常也比如说去外面，那个的时候啊，去外面，朝圣的时候，我不喜欢要跟所有的佛菩萨要对话啊，到那边就是要上个香，要说一大堆啊，不是这样，不要跟他口述了。我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坐下来，我们念一个菩萨戒、七支供啊，更多呢普贤行愿篇，然后念这样的几个祈愿文，就是认认真真的，你10分钟也好5分钟也好，是半个小时也好，做完了这个功课了，然后其他的呢，就是这个比较简略的，就看看能待多久就多久就可以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当然啊，这种到哪里你以为是你要跟佛求什么、说什么、哭诉什么、家庭情况全部都要说一遍，这个也是一种传统的一个文化有关系了。所以就你像这样做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如法的，至少是我们这个藏传藏地这种朝圣的方式来讲的话呢，其实没有这样的，没有跟一个一个去这个跟他们说明很多细节的啊，所以这种发愿文内容你听懂了，那这是最至高的这个这个回向和法愿的方式去，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里面求到了你个实践的你高贵也的身份也求到了啊，这个慈悲心也求到了，聪明智慧也求到了，无傲慢的那种一个人品的这种那种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条件都求到了啊，甚至器材全部都有了啊，就是这，所以呢，呀，再加上呢，敬恭敬的上师尊，因为我们能够遇到自己的一个信任的上司，也是一个很大的福报。遇到之后呢，就是你能够保持自己的信心，其实也是非常大的福报。因为你没有这样，你自以为聪明，你自以为看得很，就是明白，然后就是有充满这种偏见和怀疑，然后就是这个一直就是在这种或者这种疑惑或者这种不确定的状态的时候，等于是你跟金刚乘的缘分，你跟大圆满的缘分，你跟这个密法的缘分其实是一直在不确定的状态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能够遇到正确的这个居德的善知识和上师，然后对他能够能遇到善知识上师是不一定你能升起这个大悲心啊，那个叫心性啊。很多上师眼前的弟子当中也有不够心性的嘛。不是这是上师好不好的问题，就是个人的。所以呢，就是这个恭敬上师尊，我能够共敬。这个共敬呢，并不是说是行为上和态度上表现出来的这种恭敬的样子啊，内心要有这种无造作的心性，不退转的心性，嗯，清净观，才能够这个真正的做出这个恭敬啊，是。哦呀，然后呢，他说的元能用主具的金刚乘，哇，具的就是这个书生金刚乘，就这样可以，这个我在因为这样的状态才能够永远的永远能够不离不离不弃的意思啊，这个安住于金刚乘当中啊，就是这样金刚乘。接下来呢，本来是但是我发现是不行的啊。
接下来呢，就可能不行啊，看看，呃，观点成熟，剧组试验节啊，观点成熟就是，观点成熟就是说，上市遇到了上市了，怎么办呢？我已经相信金刚乘，那怎么办呢？要观点得到上市的观点。成熟了，成熟意思就是一个土壤，你就是要这个土，然后就是要先这个要这个可以种地的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相续，新相续要成熟，让自己的相续要成熟，成熟了，这个就是成熟，观点成熟。这个观点成熟就是不是观点成熟了，以观点成熟自己，只是这个句子这个翻译的时候观点成熟，这实际上是呢以观点成熟我们的相续啊，再加上呢居住实验节，OK，我就是受持这个修密法的时候会有实验节，实验节就是三昧业节，就是我能够好好的去受持这个三昧业节，也是的，嗯。然后呢，就是那修持三昧一戒的意思，就是说至少对上师没有产生邪见，这个最基本的这种功课可能你做到了，那算是你已经很居住三昧一戒吗？那不一定。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不一定啊，就是让你获得真正的成就。那你让获得成就，不是因为上师厉害，不是因为有观点，而且是你修了密法的次第，才能够真正的获得他的果位。所以这里特别说，究竟 OK，究竟年修深远二次大，这里的究竟这个究竟这个字放在前面，但是意思就是要究竟，就是这个究竟是一个获得究竟，就是要看心吧。这个藏文老师这个要很究竟，就是这个要修到最好、最圆满的那个究竟。我要究竟，究竟什么呢？就是年修究竟，年修人你烂了，念这么多些哦，究竟年修，OK，我要究竟的去年修，年修什么呢？深远之地，就是生起之地和圆满之地。那个就是密法里面特别讲的，尤其是无上密续里面讲神奇之地、圆满之地。那玛尤嘎里面就是更重要，强调神奇之地；阿努尤嘎里面强调圆满之地。那这个阿杜尤嘎里面强调深远之地的这个圆满之地的最究竟的这个之地。所以就是圆满之地也有有想无想，就是两种，就是圆满之地的第四观点的最究竟的境界，在大圆满里面讲，就是大圆满也是圆满之地当中的最深层的一个内容，最究竟的，所以叫圆满，大圆满啊，大圆满来自于大圆满，就是圆满之地的，就是分为两个，就是基本的圆满之地和大圆满之地，所以这个其实是宁玛的大圆满法也是圆满之地的一部分，OK，可以这么理解的啊。所以呢，这个究竟年修，然后就是深远，就是身体之地是什么呢？就是观想本尊啊，这个年修，这个年修这两个字不要小看，年修四个，年修有四个啊，就是四年修啊，这个听过吗？不知道中文应该这样翻译。念这边了也年修四指法，或者四年修法，或者年修四指都可以。那意思就是念，呃，念吧，今年然后修然后呢，这把这个入侵就大修就有四个了。这个是当我们闭关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你要这个一个无上密续的真正的一个闭关的人来讲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这是一个当你这个3个月的时间或6个月的时间念修的过程当中，要一个一个要完整的一个实修的一个次第概念啊，或者有些入侵大法会的时候，那个您入的那个入嘛，这个年修的修就是入，这个入侵就是大入侵就是那个大修，这个大修的这个法会的时候，就是要那个年修四指的这个内容要集体一起去修。那现在年修这个入侵法会蛮多，但是很多的法本呢都是在这个英文里面、中文里面是，
不是，还是不是非常完整的，个别的可能这个一些道场有做到，但是大部分就有这个问题，所以就看看，大家能不能有机会有一天完全明白这个年修是个这个内容。然后呢，这个年修里面就来以年修四指来，我要修这个神奇之体啊，这个神奇之体修完了，然后就是最终就是也包含元气之体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呢，就是究竟年修，我要究竟年修完成这个就要这个圆满100%达到100%的那个高度，那就是究竟了。这个究竟年修深远之地道，这就是这个大成的道。不是金刚真的道，无有困难啊，就是真的持名过。我在前面说，这个莲花生大师和他的法教的当中，持名这两个字用的很多，所以呢，持名就是认真。尤其是呢，这个马尤嘎里面的这个到此地部分分为4种持名，成熟持名，还有这个这在寿命的这个持名，还有人云持名，还有大寿运持名。其实这个持名有4种持名啊，所以这个4种持名，就获得了最终的这个究竟的这个无学道啊，就是应该是人云自在的人云的这个持名，论之不成真，论即之法。所以呢，这个就是持名过，而且无困难。当然是你这个密法的修持有比较不错的这个那个的时候，就是可能是真的是无困难的，因为是即生成就，或者立个月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成果了。如果其实你具备了整个的条件和这个修法方式都有一个准备好的前提下，你就这样了啊。所以呢，无有困难，正得持名果。OK，然后呢，就是愿能顺利完成二席地，就是我要能够获得这个。然后呢，接下来呢，他也说了啊，这边也特别说了，所以呢，这里呢，呀，最重要得到的是什么呢？愿能顺利成就二席地，席地就是成就啊。那二席地呢，就是共同成就和殊胜成就。共同成就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就是吃咒语，这个一些消除各种障碍，这个就对健康、寿命、财富啊、人缘，其实修密法对这些都有帮助的，这些叫做共同成就。OK，那不共成就的话呢，那就是获得真正的真悟啊。所以就是这个真悟当中的这个究竟的成就，肯定是成佛啊，就是这样的准确这等觉。OK，是这样。那接下来呢，有一个稍微的一个缓解细节。这个细节呢，最主要是因为巴珠仁波切，我对这个巴珠仁波切特别重视，他的全集里面也有对这他还特别写了一个，课判啊，就是一个简略的这样的一个内容。但是这个课判其实很重要的，从课本就能知道这个每一个段落重点在讲什么。巴珠仁波切也有关于这个部分也有一个他的一个著作。但是今天我们只是按这个字名来，就是一个一个解释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呢，就是就是找云库著作，就是一切显现圆满幻妄论。这个幻妄论是这个马尤嘎，尤其是秘密藏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用词。所以就是大幻化妄，我们这个无名佛学院的谈真立体谈真叫大幻化妄嘛。所以这个幻化妄为什么叫幻妄呢？幻化妄那就错了，知道吧？其实这里中文版是幻妄，实际上是幻化妄啊。这个幻化，这个化是实际上是这个简写的时候可以用幻妄，但实际上你要解释的时候一定要幻化是都要用，因为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由境，应该是对境，一切都是幻啊。但是这个幻就是来自于我们内在的这个自己的这个性。妄是什么呢？这个就是
万法唯心造啊，一样的，就是这个一切都是这种内心的一个显现和妙用，这两个究竟上是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分不开的，无无别的，所以叫做网，就是连接在一起了。所以这个幻化网，上次我们文殊真实面经当中也大概用这样解释的，所以这个幻化网。那个就是要成为现在呢是成为呢，就比如说自身，OK，也许是这样的啊，就是眼前所有的虚空当中的所有自现显现都是这个佛的坛城，这个是幻，但是这个佛的坛城都是也是自现清净的，对吧？自性清净人云坛城众，我们这个上师瑜伽的开头啊，密宗仁波切在这个大圆满前行里面的上师瑜伽，让那论这个大巴人就想，就是自显清净人云坛城众，就是这样自显嘛，自己的自显现的显，所以呢，自显的话呢，那就是这个化，就是来自于自显，不在外面了。所以就是不求，不佛不在外面了，所以实际上这个禅宗说的，而且呢，这两个是究竟上无入别了。我们上师相应法的时候，这也无入别了，所以就是妄啊。这个论是什么呢？就是一直在这个状态轮转，就是这个一个在就这个状态，从头到尾就是这个状态，都叫做论啊，就是这样的一环，就没有别的任何存在。所以这个一切，呃，这样的状态啊，源于这个就是当然是神奇次第当中和这个大圆那个密法的，主要是观想的部分在这里了。那吃咒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咒语就是咒语，其实不见得啊。也许真正的神奇次第来讲的话呢，一切的显现都是咒语了，所以一切声音要立说啊，立说是什么呢？就是原理细论，原理说与不说的那种分别就没有了。所以就是不是一定要说，所以它是密主声。这个就是它这个听到的这个声音，它本身是明空不二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或者这个扎动就是音空吧，就是这样，音的本性也声音的本性也是空，所以呢就声空，声音的本性就是空，所以一切声音立说密咒音，就是真正的这个密咒呢，就是这个秘密的咒，就是内在最究竟的这个智慧。然后呢，在七千多年所有的念头，当我们执着的时候，所有的念头，身体是佛，语是咒语，一转化为啥什么，转化成这个一切心念自明无为法，就是自明是什么？这个个别自真的这个自明啊，就是那个自明呢，自光明啊，或者自己这个究竟智慧的状态，所以叫自明。然后无为法就是无造作啊，究竟的无为法，不是有为法，不是无常，所以就是这个究竟智慧。嗯，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它金刚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一切的显现妙用成为了一种喜悦，让你的这种一切这个七心道念念都能够转变为让你更加这种一种欢乐啊，所以就是这个欢乐。就是不是这是一个单空或者比较枯燥的一个修行方式，它就是这个说圆正无有，这个利和大乐大安乐就是大安乐了，所以呢，它就是大安乐，就是生了金刚那种安乐的这个状态呢，就是它没有利没有合，这个有利合的乐是不究竟的无常的乐，对吧？这是一个感受上的乐。概念上的乐肯定不是究竟的乐，而且超越这个感受概念的这个究竟的境界，那就是说大安乐了。所以这个也是大涅槃的。但是这个大安乐呢，这个它就是在所有的这个妙语，就转为道用的方式去修。所以呢，它并不是先就是除掉所有的念头，然后就是避开念头去修，而且这个念头本质化为智慧的时候，它就是一种安乐的状态了。
就像黑色中医论里面说的一样的，就是这样。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起源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也是按照整个的一个易轨这个成就法的完整的易轨的这种内容，也在里面了。所以他说的会结年长本进不须断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虽然呢，我们就是可能有这个毁坏或者这个破坏三昧业的这个戒律部分，但是呢，这些呢有意念上的障碍啊。念这个那种分别念啊，都是其实是金刚乘里面是一个不允许的。但是呢，这些呢本来清净，你奔着这个清净的误导这个奔着清净的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不需要断，就是无断的，就是无可断的。所以这个呢，就坛经里面也有这个究竟的一种忏悔方式啊，就也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待一切的罪障的时候，其实罪障的本质也是清净的。嗯，然后呢，就是还有这个酬劳啊，酬献供养。我们经常做这个会供的时候，有一个专门的环节是酬献，酬劳的酬，贡献的献，酬献供或者酬忏啊，这个是一个密法仪规当中有的。所以这个酬忏呢，到底是不是你准备很多的会供品，然后就是跪在那边，就是要给他这个好像贿赂一样，是不是这样？其实不是，当然护法有时候需要供这种，但是本尊也可以供，但是究竟不在于你的供品的多少，究竟在于你对这些究竟的供的那个抽禅的理解上。所以这究竟的，因为就是我们形式上的很多准备就是外修、内修和密修的话，最究竟的密修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是正外内密无别而出步，就是除了和一些不具足条件的这个补充的部分，都是这个外内无而无别的这种境界啊，就成为你这个证悟了这个境界的时候，就是这个境界就成为了最好的这个抽补的方式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境界当中呢，你有了这样的圆满次第嘛，刚刚是身心次第，然后在圆满次第这两个的那种中悟的时候呢，那就是所现则界，普现法界中，所有的现象就是自然而然就直接了，直接了。像它就是直接的意思，就是一出现，它就是这是一个智慧妙用，所以就是直接，那直接呢，就是在这个普现的法界当中，就是普现法界，就是这个普现不是普现菩萨，应该是普现往如来一样的这个发生的这个境界当中。然后呢，就是他也下面说愿明，恶趣所极现本尊，有极所以，呃，愿明明吧，也意思就是说呢，我愿所有的众生呢，他就是能够从轮回恶趣当中就是出来，就是更出整个的恶趣痛苦，或者对恶趣就是再加上呢，就是他能够获得这个有机，现本性，但是藏文里面的说有机平等，也就是论涅平等的状态，有就是有三有轮回，涅就是涅槃，所以论涅无二的境界啊，他们都要获得论涅无二平等的状态了，这是大乘的涅槃的，是这样的。那这下面还有一个就大圆满的，所以我们就稍微的简略的讲一下，光大明灯圆满胜插图。对，是的，这个是你学习这个大圆满法的，因为头杆的时候，这就是顿朝的时候，那就特别可能要有这种光啊、明定啊相关的一些修持的时候，那个时候显现出来的这个插图啊、佛啊。菩萨的啊、贪嗔啊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光大明定，这个是究竟的明定，并不是眼睛的那种一些幻觉，不是这样。这个光大明定圆满胜茶度，这个就是身体呢，就是成为了这个佛的贪嗔。然后就是光大实验，就是最究竟的实验是什么呢？就是实验呢，就是说无取无尽，这个没有什么可取的，没有什么可舍的，完全是超越了这种趋势的这种是概念的时候，那是这个大实验，你做到大实验的。所以呢，这个龙泉派大师的这种十相包藏论啊，
很多当中呢专门有提到了这些大作画清部显密集大，就是大圆满的无作的这个无造作的这个四个三昧耶无作实验这个当中就是这样几部就是唯一，就比方说切尔瓦就是平等，是一直吧，就是好像是人云这个东西没把，另外一个呢就是无有就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它其实也是无有的话呢空嘛，就是人云的话呢命嘛，所以就是明空不二的究竟的这那么一颗心，就是这究竟的实验了。你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呢，那就是你就是受持最究竟的三昧耶的状态了啊。所以这些都是，当然我们现在也许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们修密法的同学，尤其是这些天的人也，我希望呢，大家都比较有这种这个观点呐、这基本的这个佛法密法的接触的话呢，那大家要发心的时候，发愿的时候，就是要会这样发愿。OK，光大实验清净去这个清净就是这个清除了，就是无有任何趋势想了啊。然后光大病骤病，就是他是这样，这个智慧观照的那个变照的时候呢，揭开稀有界。稀有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和这种呃担忧，没有这种顾虑和期待啊。我也经常这个热道这两个在藏文里面，其实是顾虑和这个期待。这里说希望和担忧，OK 都应该可以，所以就是没有任何顾虑和期待了。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是什么呢？圆正大圆满之发生的课，因为也许你们真的要认真听这个课这个内容的话，其实我也建议你们这个可以有一点那个自己的法本看的话，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圆正大圆满之发生过，它就是圆正的啊，大圆满法的过位。然后呢，最终呢，它还有另外一个段落，这四个是我们经常以前呢，藏地有，尤其是扎须卡，以前有巴珠仁波齐他们的传统，有10天的大王法王秘密藏须的讲解的这样的一个，就像竹青法会一样的形式来10天完整的一个非常严格的这样的教法。那个时候就他们会专门就是那个中间呢都要念很多遍。就下面的那个三传的上师加持入心见，心中圆满还往秘密道，依靠四中人运至事业，原能救度无边之众生。这就是你单独经常念也非常有价值力。对这个，尤其是宁玛的这个传承的这个特别的这个修持这个宁玛传承的话呢，尤其是修持宁玛的这个大王化王传承那些相关的话呢，这个特别值得我建议你们也可以单独念。所以三传上师就是如来密传承、持名表示传承、菩提伽罗口耳相传的传承。这四个呢，巴珠仁波齐在普贤上师研究一开头立藏文当中，耶瓦贡巴林增大以及康桑美利卡罗沙杰鲁巴丹比增的多尼特贤巴吉松拉玛努拉香特他就是一开头就是这样的立藏文嘛，耶瓦贡巴就是证明就是 OK。所以呢，这就是宁玛的这个传承的由来，就是从普贤王如来到莲花生大师，到现在一起做的佛母，还有龙贤巴大师，到现在我们的这个根本上师之间，所有就是这个三尊上师之内的。OK，那这个细节你们也可以去跟其他的这个讲这个或者这个网上也可以找相关的资料。因为三尊上师的价值的话，这个本尊的成就才能有的，所以为什么叫三根本尊呢？这是宁玛经常用的。一个是就是价值的根本是什么呢？上师嘛。成就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本尊。所以，就是这里上师的价值，还有传承上师和根本上师的价值要入心间了。心中圆满幻望，内心当中就是我要这个真正的密道，这个神奇次第圆满次第究竟密法的修持的密道，就是要在我的这个现象学当中要圆满，这个圆满就是要具足的意思嘛啊，这个圆满就具足，要具足这个密道的功德了啊。然后呢，就是在这个具造密道的这个神奇次第圆满次第的功德之后呢。
那就要做什么呢？要就是什么就要利益众生，这是本来就是一切大乘，无论是大圆满，其他的法都一样。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说的要无上菩提嘛。第一句里面就是，嗯，什么一向这个一同回向无上大菩提，一向就要回向大菩提的话呢，那这个当中呢，意思就是你要等于呢你要利益一切众生，那利益一切众生的方法呢，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所以呢，依靠四种人云大事业，就是四种人云，人云就是说你要获得这个自在成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这样完全能够掌握的，那叫人云。什么事业呢？就四种事业，就是喜增怀除。OK，喜就是这个欢喜的喜，增长财富啊，怀疑就是人际关系啊，人缘上或者更广受欢迎啊，这样的啊。那坏呢，就是有一些呢，就是有一些，妖魔鬼怪啊，这种呢，有一些没办法用很温和和寂静的方式降服的呢，用这种化业成就，就是比较愤怒或者愤怒的方式去干，或者这样也有。但是你这个前提是你是无缘大悲，或者大悲心、慈悲心无私的，然后就是以菩提心，当然是对这个所有众生平等的这种慈无量心、慈悲心的这种这个动机是前提，不然的话，那你就为了报仇要昼夜成就，那就不行的啊，这不是真正的这个金刚乘的这个实修的正确的这个动机啊。我呀，然后因为这样，所以在下面说原能救度无病之众生，所以这个又是很简短，但是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就是非常完整的这个修法的次第，而且修法的过程该修什么，我们这个也告诉我们，我们追求密法到底要在密法怎么追求，追求什么，其实大概都在里面了。所以今天为什么要专门讲一下这个原因？然后最终还这边特别说积梦化身尊重做受记，对啊，你修持之后最好要有成果，就是激进本尊和愤怒本尊叫积梦化身，他们的这个尊重，助人苦路，获得受记，就是让你这个修行当中获得很多鼓励啊，就是得到很多的言香，然后慢慢获得成就，这个当然要嘛啊。然后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也会遇到任何的外在、内在的位缘的时候，护法也要帮忙。你看这个契愿非常全面的，确实是修成就法，不是为了修玛哈嘎拉或为了修本那些护法而修这个修密法，但是修密法的同时也要修护法啊。不只是密法，其实仙法也要修护法，就像我们说的切兰菩萨、关公都是一种护法神嘛，这个四大天王都是这个最原始的佛法里面的这个护法。那金刚乘有更多的这个护法，护法是可以修，但是护法有护法的定义、护法的位置、护法的这个修法时间上的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理解，这些内容是很重要，不然的话，你可能会颠倒了。本尊修的很少，护法修的太多，那就是你谈什么利益嘛，很明显就是这是不是非常如法的。所以呢，护法只是在中间帮忙啊。你今天客人邀请的是董事长或者什么总统，但是他的这个顺便的其他的秘书助理，还有这些保安那就自然就在一起，他也要给薪水，但是你不要这个保安当成这个主任啊，就是这样，这两个是角度不一样嘛，所以 OK。这个一切护法遣除诸违愿，然后最终呢，我希望也远成心中一切所喜欲，就是向什么心想事成。但是这个心想事成，当然先要纠正和调整，和要有一个心想要向好的，有跟符合菩提心、清净观的这样的一个心想，然后要这个按这个去发愿嘛，对。最终我今天就还要讲完的啊，就所以时间可能稍微超过了，但如来教法心生
去正上，就是如来的教法要很心神正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很多的宗教啊，他们的这个教徒呢，很多年轻人帅哥美女都天天敲门，天天劝我说我忙，这边虽然呢很注重隐私，很注重个人的这个，但是他还是就是很劝。然后他们非常积极，但是佛教徒呢，就是经常说哦，佛度于人，所以就是自己很懒得解释，懒得推广，懒得帮忙，这个这种。但是现在每个人，包括你的自媒体，所有都其实是一种可以成为传法的方式了，传法的渠道。但是呢，我们都是嘴巴上这样说，实际上很少做。但是究竟上呢，作为一个佛弟子认同佛法的智慧慈悲，能够是利益众生的一个妙药的话，那你不做，那就是口是心非了。所以呢，如来教法要信神啊，要正上啊，那这个是，那这个心动也要在里面了啊。但是这个缺乏心动的时候，这个法缘是有比较有限的功德。还有呢，这个持教大德一切心愿成，就是持教，持教就是持有这种佛法修行的，持有传承的这些这个大德们，他们也要心想事成，因为他们想的就是弘法利生嘛。你希望他们心想事成，那所以呢，你也要就是要护持他们啊，就是要一起参与他们的这个事业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只向着佛法和上师，忘记了众生的话呢，我们离开社会了。很现实层面来说的话呢，这个佛法是更不可能很长久啊。所以呢，就佛法不离群众了啊。以前说一个叫佛法不离人间，什么这个不离人间觉，世间觉。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是佛法不离这个人圈呐、也是这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人圈如果没有一代一代的这个血脉相传的话呢，那就是佛法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呢，我们要关心社会，关心年轻人，关心普通人想什么，他们要的是不是解脱，还是暂时的利益？要方方面面，他们现阶段需要更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家庭问题啊，感情问题、事业问题、孩子教育问题，当然我们要非常耐心的去帮忙，用佛法帮忙啊，这个就是用佛法的智慧帮忙。所以呢，这些部分都的话呢，他慢慢就开始会更加相信佛法嘛。所以呢，我们也要无欲迁出有情助逆愿。那是这个也是，当然是法源里面就这样说了，但是这个说明是我们要这样做，知道吗？这个法源就像一个说明书一样的，这个我们嘴巴这样发源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希望能赚到钱，那个我们嘴巴可以说，但是主要是你要去找工作啊，就是你不找工作，然后同时许愿还有道理，完全没有任何作为，然后要抓起那个天上要掉下这样的一种大笔钱呢，不太可能嘛。所以呢，我们实际上这里面告诉我们，第一个要正法和要正光，但加上正法正光的根本是什么呢？要持教持有教法的大的们，要这个要他们要顺顺利利，他们要长久住世。但是这个同时呢，我们的这个目标不是为了上师，为了佛法，就是佛法传播的目标应该是为了众生。所以呢，无欲牵助，有情助逆缘。所以这些高僧大德写的智慧的句句都有非常有实力、非常有内涵、非常有内容的。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最终呢，他说愿令一切圆满，如意。所以，这个呢，我们需要今天要讲的内容了，就大概讲完了。阿弥陀佛，扎西德勒。南无